2022年4月5日是巴人民族起义32周年，这是20世纪东突厥散独立斗争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际，生活在土耳其、美国、欧洲国家和中亚土耳其共和国的维吾尔人正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昨天，维吾尔人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的附近，为巴林烈士祈祷，并发表声明，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染疫人数居高不下，现有清零模式已到极限。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报道了感染欧米克戎变体新亚型的病例。环球时报援引当地卫生部门的基因序列数据称，新亚型从欧米克戎变体 BA.11 分支进化而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并不是寻求中美离婚，而是为要贸易带来改革和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戴奇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寻求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而不是寻求世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离婚。2022年3月21日14时，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从梧州上空失联，随后被确认坠毁于梧州所属的藤县境内，机上132人全部遇难。有关该空难事故的新细节公布。据中国媒体报道，内部人士消息披露，空难直接原因是副驾驶自杀式俯冲导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他敦促联合国立即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将俄罗斯排除在安理会之外。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莫斯科却将这权利当成生死权。他敦促安理会将俄罗斯逐出，或者是改革安理会体制，甚至是完全解散。英国多个媒体昨日揭露，首相约翰逊正在考虑利用非洲国家卢旺达，要求其协助安置英国转送的难民。约翰逊原定上周便宣布这项海外安置难民计划，在多名同僚提醒计划尚未充分准备后，才决定暂缓公布。研究人员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巴斯鲁望远镜的新数据和档案数据，发现一颗巨大的行星，体积是木星的9倍，正在通过一个暴力过程形成。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研究人员捕捉到了这颗正在进行快餐式油炸的行星。